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早期客家人逢年过节、婚礼喜庆，总会悬挂灯笼，象征喜气。今天我来到台东鹿野乡，这里的灯笼不但造型独特，更将在地客庄文化与精神融入在内。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灯笼啊，跟我一般看到外面的灯笼有哪个地方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早期的灯笼，它是不是用竹片或是铁丝？我们客家人精神是很坚韧不拔这样子。那它是用什么样把它打造？它是一个很坚实的木芯板，然后依照不同的尺寸，一寸一寸的慢慢的车出来，不同的大小规格。所以你说的木芯板是一片一片的木头吗？对。原来这个灯笼最特别的地方，它是用一片一片的木头，然后把它就是拼凑起来的吗？是。大姐说，这里的灯笼都是由手工磨制的木作骨架，再由妈妈们缝制花布外衣而成，有别于一般用铁丝制成可收纳的造型，以木芯板作为骨架。主要也是象征这里2次移民的客庄子弟应景与执着的个性。大哥，你以前是从苗栗那边就是移民过来的吗？我父亲是在苗栗移民过来的，我是在这边出生，我今年已经55岁了我也是客家子弟嘛，对不对哈？我的想法的话是说，我要把这个文化还要再继续传承下去。我希望说以后灯笼这个文化能够继续在我们在这边继续再延续下去这样子。为了重温早期客庄日渐流逝的暖暖回忆，花布灯笼每个制作环节可都充满许多文化内涵。除了希望借由这项传统工艺将客庄文化保留下来，也让后代子孙能更加了解先民来子开垦的辛劳与贡献。这就是含义，就是我们客家人的精神，它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的过来。它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后，是大家都可以圆圆满满的。其实这个感觉就好像台东这里2次移民啊，然后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开垦，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家乡把它打造出来。对。透过温暖的双手，将怀乡的热情融入在风情万种的花布灯笼里，让客庄文化的美透过一盏盏的灯火，在后山绽放着光芒。